2026年越南最賺錢嘅10大職業，你有冇諗過喺越南最搶手、收入最高嘅工作到底係咩？一齊嚟睇下，根據2026年最新招聘報告，越南10大最高薪酬嘅行業排行榜，排第10嘅係金融銀行業，呢個係經濟重鎮、分行經理或者風險管理等職位，月薪可以達到3000萬至5000萬越南盾。排第9位嘅係法律行業，資深律師，特別係商業同投資領域，月薪可以去到4000萬至7000萬越南盾。排第8嘅絕對唔少得醫生，醫生嘅收入，尤其係大醫院嘅專科醫生，每個月可以賺5000萬到1億越南盾。第7位係工程同建築業，資深建築工程師或者項目總監，月薪可以達到6000萬到1.2億越南盾。第6位係資訊科技業嘅程式員 IT Programmer，IT 人才需求極大，資深程式員，特別係做 AI 同 Big Data 嗰班，月薪高達7000萬到1.5億越南盾。排第5嘅係旅遊同酒店管理，隨住旅遊業復甦，5星級酒店總經理嘅月薪可以去到8000萬至1.8億越南盾。第4位再次回到 IT 界，解決方案架構師 Solution Architect， 憑住專業知識同系統設計能力，佢哋嘅月薪可以高達1億到2.5億越南盾。第3位係企業管理層，行政總裁 CEO， 大集團 CEO 嘅收入，每個月可以去到1.5億到3億越南盾。排第2嘅係航空業嘅機師，經驗豐富嘅國際航線機師，月薪可以高達2億到4億越南盾。排第1嘅榜首就係石油天然氣行業，呢個係全越南收入最高嘅行業之一，石油工程師嘅月薪可以飆升到3億至5億越南盾。想了解更多，即時聯絡我。